乡亲朋友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民来关心到这个反对蓝铁动线这个最后一号8月20也是去互拆掉了咱今日看到讲，这个黄春香加关注组来到这个民进党这个党部来遮抗议啦抗议讲这个部分是毋是咱讲诉求，咱当好好来讨论就是讲即阵这个10党。抗争应该是算结束，但是咱看到讲关注组也是真关心这个黄春香这个女士这个情况啦咱么看到这回蓝铁地下化沿路拆掉差不多340户啦原本讲是2024年要来完工，部分住户无愿意来。咱讲签刷咱讲买手搁开9档外这个时间咱讲按算到2026才要来完工。当然，这是咱讲政府的这个讲法咱头拄嘛讲到到底伫咧公共政策、公共开发这个部分，安怎搁合民众这个部分爱来到达啦咱这回嘛会当看到讲本地这个图会当看到，这是咱讲伊买手村的这个1/3，因这间厝比例做是半拆户啦一半爱去用拆除其实是1/3去用拆除。一条线画伫遮一个房间也是一个厝，去用安尼画一刀，安尼用拆一刀，伊敢也阁会当完全的咱等下嘛当听讲这个部分啦因这个厝角内底。边即阵拢是为着这个铁厝，黄春香女士到底是要安怎入去搁做一寡这个征收咧咱嘛看到讲这回这个咱讲是优势这个经历啦来去做一寡甲遮这个民众也好，也是抗议的学生甲因拖离开啦黄春香女士伊家己嘛是受重伤啦今日咱就透过这个节目咱继续来讨论一寡土地正义，甲咱讲民生啦到底人民大的这个正义安怎来去落实？先邀请节目顶2位来宾，第一位邀请黄春香加关注组蔡同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来宾、主持人，还有线顶的议员，大家好。第二位邀请政治大学这个地政系教授徐世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是透过连线，咱要连线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李克伟，议员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阿晚。是，咱等下好好甲议员来参详一下是讲讲到这回这个代志啦那首先要来带大家来看讲8月20这天啦迄当阵是这个拜五咱讲政府话拆就拆啦咱讲拢无收先通知的啦咱们看到讲黄春香女士迄当阵是咱讲真赶紧这个同学嘛真斗3天但是咱讲这个公共政策甲这个人民这个土地征收到底安怎处着平衡先来看咱的新闻报道。当天最后一号半拆户黄春香的厝，去年经过2摆强拆无成功，29号铁道局以公权力强制执行，暗过互大批相关者挡掉咧。就算被带入现场，也阁遭当于现场甲警方对立抗议，甲警方爆发冲突。过程中有警察失手将盾牌落下去。诉诸黄春香接管过程中，互警方请出去，搁一摆控诉铁道局无讲道理。铁道局中空处也伫20早起8点35分赶走相关者了后，完成接管。恁到拜五要用拆，我敢知影讲拜五要强拆呢，完全都不知道呢。所以事先拢无通知。拢无，拢完全无。伊若毋讲道理，我是会当看啥啊？行政院讲叫交阮好啊讲，伊嘛硬买就是硬买。拜六暗时7点外，学生用面罩皮铺伫位置，新卫兵一工区，互警方阻止。警方10点了后开始4摆牙牌警告，暗过学生无愿意离开。警方将20名学生关锁，有1名官警手骨受伤。我们为了保护现场的施工的人员的安全，以及他的施工能够正常的进行，还有学生我们希望不要让学生受伤，所以我们采取警力来强制来驱离。原计划预定是105年要通车，那目前已经延至到113年通车。这一部分也影响到整个台南市的一个都市发展。今日的一个执行是在不得已的一个考量这个整个工程的进行。
全长8.23公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目前工程进度差不多53.64%，原定2016年通车。因为2012年泛滥铁东移自救会成立了后，将近10年时间，大细抗议真多。8月20日拆除了后，相关民众依然无放弃抗争行动，恐惊会阁继续。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先来请教蔡同学啦吼，即阵咱讲黄女士吼，这个状况是安怎？健康也好，还是心理的这个状态是安怎？春香姊即马的状况是，伊原本就是要铁工局要来强拆因兜的时阵，伊原本一只脚就因为积水，就是厝内底互拆甲就破糊糊，所以落雨就积水，因就因为积水的问题，所以脚有去崴着安尼。结果强拆迄天，因要甲拖出去，因两只脚拢受伤，是拉伤阁有内出血的状况。所以即马其实是一定爱骑车，还是讲开车到有法度刷位安尼。对，所以伊即摆就无法度到阮兜镇内北部抗争安尼，毋过伊嘛就担心阮的安全。是，你有讲到即个今仔日来到民进党部遮来抗议啦吼，上大啊，即个诉求是啥物咧？即摆阮来民进党的诉求，其实黄春香伊嘛已经有甲阮讲，其实伊即马对民进党已经无啥物诉求啊。其实伊想要就是拜托恁家己的厝，因为伊即马拢用铁房甲围着嘛，互伊无法度转去厝的。伊的像讲伊的慢性病也是啥物的药啊，伊拢囥咧厝的。阁有一寡物件衫裤啊、家当啊，拢伫咧厝的。伊就是想讲，因为即马因厝的遮是后面是征收区，头前是未被征收区嘛。其实头前的未被征收区，黄春香伊应该是爱有伊的所有权，应该是用个使用，用个入去清物件，用个入去修理一寡被破坏的所在。所以伊就是希望讲，这铁房啊，你头前就甲拆掉，后壁你要施工，你就甲你的计划书摕出来，好好讲清楚，你要安怎施工你去做你的，毋过头前互伊转去整理，用个家己的物件清咧，伊的药啊，伊应该生活所需的物件应该摕出来，这就是上基本的。对。OK， 咱即阵吼来请教议员吼，咱头拄看到讲，即个厝吼，剩1/3会当来去做使用，但是咱看即阵铁房拢围掉了吼，人民大的这个权利，咱讲甲公共开发有相拄的这个所在啦吼，但是咱看到讲人民伫咧遮吼。过去还阁有300外户啦吼，但是政府安尼一个签吼，也是讲一个强迫，其实咱讲吼，这个所有的这个住户啦吼，有诶真正是挡袂落啊。买手你是用这个强拆这个方式啦吼，人民可能嘛一寡这个怨气部分，咱来请教这个议员吼，安怎来解决吼这个问题咧？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吼，这届吼铁路东移吼，这事件吼，当然吼，这有少部分吼，这有有因安尼做攻击的一个主张吼，只不过是因为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吼，这定数吼，因为这讲咱嘛是安尼照定数吼，安尼来安尼行嘛吼，这是延迟着一段足长久的一个时间吼，市政府主要吼，伊是用着吼，这会当讲是史上最优惠的一个照顾住宅的一个方案吼，尽全力吼来弥补着吼，这一寡会去影响到吼一寡受迁户吼破坏户。这主要吼就是讲这政府方面吼，因会想尽办法吼，尽量会当来弥补来做的。毕竟吼，我公共的一个工程吼，当中吼你讲要完全吼100%。吼，这拢会当安尼完全完毕吼。这有当时这除非吼，这迄个做歹去拿捏的啦吼，伫个公部门个立场吼，所以就是讲，像这阮这照顾住宅吼，即摆已经有吼将近90成吼的一个入住啊嘛吼。这阮是互因安尼低于市价很多吼的一个优惠吼。当然这政府的立场吼，因是尽力的吼去弥补补偿吼，尽量安尼来做吼。就是照着这整个一个规划嘛吼，一个定数吼，因为这嘛是行政院吼这98年的核定的一个计划吼。
这一定时间吼，阮还是安尼就是讲这城市这嘛无像阮台南市嘛无这第二届一个机会就是讲政府阁会当提出这几啊百亿来做一寡这安尼这大众的一个运输公共的一些建设嘛这兼顾着城市的一个发展安全城市的一个缝合这有当时你无进行落去安尼有也耽搁了其他300多户被拆迁、被拆除人的一个时间安尼间隔这有也是要去衡量、要去考量、要去思考。OK， 感谢议员议员先甲咱讲到这个政府的这立场公共开发爱去进行，但是咱讲拄到这个部分你的意思是讲已经有人300多户已经配合佫剩你1户也袂当配合，你的意思是安尼吗？政府会使做的他也是其实阮台南市推出的这个照顾住宅方案这应该会使讲，这有哪会当来比较啦这会使讲是任何的这些弥补补偿的一个照顾住宅方案，应该咱讲是史上最优惠啦。就是有哪，就是政府会当做的就尽量做就是来弥补、来补偿这样子是，咱讲剩这个最后1户啦头拄仔咱嘛看到讲这个咱讲关注组的这个朋友有甲民进党遮，民进党的这个发言是讲尊重甲了解甲理解啦你安怎看讲即阵也佫可能买手啦咱讲铁厝也佫甲割掉的，铁房佫割掉咱讲可能遮也未征收的这个部分，安怎较善待因的无？而且我看完刚这个同学伊讲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是认同就是讲这讲该人的部分当然你这是整个一个工程上的一个规划嘛有可能这个是安全性这爱去围着的一个范围不过就是我呢也是考量到每一个人他特别特殊的一个情况这我相信台南市政府我呢会尽量来个配合啦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会来配合伊安尼。是，感谢议员接受咱的这个访问。咱继续要来请教是这个徐教授啦头拄仔咱听议员安尼讲，伊讲这个安住安置的这个主体比其他的这个县市已经优惠真济但是咱讲本地我有厝的，我即阵可能要去贷款住入去这间厝内底啦这是一种现象。第二个现象是咱讲铁道局迄当阵要拆厝的这个时阵，伊讲哇，这是影响台南市整个的这个发展这是2项大代志啦我本地有厝。我的财产、我的土地去互你本地是讲你要甲我租，你要甲我用安尼尔，买手是征收落去当然我有当时这个期望值就较无好另外即阵虽然有人足济网络的这个朋友因为讲哇，就是伊是这个顶仔户啦歪走就是歪走啦影响到规个台南市的这个发展。真像头拄仔议员嘛是安尼说明你安怎看？我是议员安尼讲我是无啥同意啦较歹势议员头拄有讲照即个定数嘛我要甲全国嘅朋友甲恁报告照即个定数，伊是民国84年就开始毋是讲头拄议员讲的98年才开始民国84年伫省政府的时阵，后尾讲铁路要地下化。迄时阵，敢若甲东平即马咱讲的340户应该愈较头前因讲700几户，其实我嘛毋知影讲到底是几户民国84年有甲讲甲咱的民众讲，我干若要甲你借土地无要甲你征收无要征收迄时阵则咱的人民铁路边则的主体。遮人民大家嘛拢真大部分，我知影拢是同意啦。是咱啥物甲改变？咱就讲即个历史改变是民国96年，毋是98年。96年民进党去执政的时阵改变迄时阵的议长就是即马议长苏议长即咱来甲即个代志讲好清楚当初即个定数。政府的计划是无要征收的，到96年，因为政府无钱，
政府无钱摕咱的人民的土地来卖来开发，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甲讲，我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哦。OK， 咱先来请教议员来回应啦吼。议员，咱搁伫咧线顶啦吼。议员来回应好多徐教授的这个吼咱讲言论啦，你安怎看？但我教授讲是80几年的开始嘛，吼我头我讲的是98年，新增于98年核定吼，这个计划啦。是，所以这个数字啦吼，但是头这个教授嘛有讲到啦吼，本地是甲你讲吼，无这个东线吼，敢若伫伊这个原铁基路下底做咱讲永久的吼，这个铁基路啦吼但是买手政府本地嘛是讲吼，甲你租用买手变征收啦，你安怎看这个两个这个政策咧？无东线嘛，针对这个部分吼，因为这当然这。嘛是主导是中央的铁道局嘛，这是尊重因迄个专业的一个评估。迄当时阮那捌评估过，就是讲，就是讲迄个阮那讲地下迄个地下化。我毋过这阮那是有它安全性上面的一个评估，一个考量嘛。最后是我阮那去补充一下这蔡政府的一个安置啊，因为。这为着照顾这这地下化工程拆迁居住的一个问题这台南市其实有那是全国首创专案的提供照顾这住宅的一个申购提供这土地征收条例规定以外的一个额外的一个照顾这蔡政府会当领取到这拆迁的补偿以外可以当用成本给申购这照顾的一个住宅并且协助这迄个银行提供上在优惠的一个利率，佮较全额的一个贷款算就是阮特别甲因做一个协助啦。是，这优惠部分咱个请教徐教授。我让大家绝对要了解，什么叫做土地征收？土地征收是剥削人民伫宪法，咱宪法15条有讲财产权、生存权爱。甲咱人民要保障起来，这作用啊，这是宪法的定数宪法有规定。咱即马现主席台湾阁有签署两人权公约，内面嘛讲写足清楚的这个咱的土地征收伫学术界，你买土地征收，毋是讲我互你钱。我给你安排什么真好的这个安置住宅，我互你做优惠，我就会当给你签过去，唔是安尼啦。要件唔是安尼，咱要件学术呢，因为这牵涉到人民的财产权甲基本的人权。所以讲，咱来先问讲，什么叫做土地征收的要件？咱呢，我去教学生绝对第一个，你要有公益性，你要有必要性，你要比例性，就是对人民上少的侵害。到尾第四个要件是，你也是上尾的手段，你别项拢找无啊！你甲社会讲，我家己拢找无，绝对爱东线，无东线我袂当地下化。你做若是安尼，你有符合这4个要件，才会当行入去议员，你头拄讲的，要甲你安尼安置，要安尼甲你保障。你写的4个要件，你爱先讲呢，爱先讲呢。咱即摆拢无要讲呢，咱即摆政府拢无要讲呢。有甲你讲，我有甲你有一个啥物安置住宅，伫迄个台南站迄个，给你真优惠，头议员讲的最优惠，台湾找无啊。咱的要件毋是讲这啦。咱的要件是讲这个头拄也教授，这个4个要件、5个要件，拢爱符合啦毋是讲我互你遮尔这个commission安尼互你去就是安尼啦咱继续搁请教这个议员议员也伫咧线顶啦议员来回应一个咱讲徐教授这个部分。对，徐教授伊长期伫咧土地正义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关心这其实这阮嘛真尊重这个都 OK 其实阮嘛是拢真关心到这正义的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问题头我教授伊所提起到的就是因为有因为人民的财产权这是有宪法的一个保障有牵连到，所以咱整个的一个这个规划计划这我的一再头强调着讲这定数上这是阮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你若讲定数无正义吼，啊定数也无合法吼，这一切吼，这就是拢不对啊嘛，吼，因为尤其是吼，这是阮啊，这算台人吼一个非常，吼，这会使讲是安尼全体台南市民吼，长久吼安尼，阮啊讲台南吼这个下一个蜕变吼，安尼真重大的一个规划吼，的一个建设时阵吼，当然这咱每一个定数吼，因为头仔这。教授伊是有有讲到这迄个党义吼，这工法上的一个问题嘛吼，可能原本吼会当免去安尼，吼安尼征收去拆除掉吼。啊，当然这工法上吼，这咱毕竟吼，咱嘛毋是讲做专业的吼，这个也是哦，所以我讲的，迄尊重这个铁道局他们。提出来的专业的一个规划嘛，吼，以专业的一个评估嘛，吼，啊，对照这个定数安尼，合法的一个定数，吼，啊，咱来进行，吼。是，咱过来请教这个黄同学啦，吼，等下再个请教议员吼。咱讲到这个部分吼，是看到讲头拄议员所讲的，台南爱改变。台南爱吼脱变啦吼，啊，但是这个部分嘛是甲这个人民吼有一寡落差伫咧吼。虽然真侪人真正期待台南爱改变吼，啊，亲像议员所讲的，你有啥物看法咧？好，来，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拄啊教授有讲到，就是84年的时阵，其实是第一个方案出来的时阵，来用个看这个我的这个画面。好。这其实有写哦，迄是84年4月18号，用地征收，尽量不拆民宅。这是原轨地下化的简报哦。那个时候第一个方案是原轨地下化。那迄个时阵呢，因的迄个环境倒一个评估，我看一下。迄个时阵行政院因做的环保署的环境影响评估是讲，原轨地下化的影响会比当煞更较小，所以。选用原轨地下化，好84年是安尼建的，结果刷落来，因为经费的因素，他们经费不够，台南市政府地方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地下化的经费，所以这个工程就一直安尼签到民国96年，96年的时阵，抑阁是原轨案哦，抑阁是原轨施工的方案，啊刷落来，伫98年。才变做原轨案，变做东移案。迄个时阵，行政院伊的公文内底就清楚的写着讲，迄是为了增加土地挹注。增加土地挹注是什么？就是讲透过这个开发，这个开发的本身，它后续会产生的利润，来去挹注它原本缺乏的那些经费，因为他们经费不足，所以他们要去换一个方案来去做，然后赚更多的土地开发的钱。然后回去补贴那个成本，这个是为什么会从原轨地下化变成东移的案这个原因。是，所以咱讲吼，迄个时阵有这个历史背景吼，上尾咱搁请教这个议员吼，针对吼这个黄同学甲这个徐教授，要有啥物补充无？对，迄个头款吼，就是讲，有咱因为这牵涉到人民的一个财产嘛吼，所以这是有咱政府吼，因有咱是尽着全力吼，这是有咱。吼，这个非常的一个安尼完全吼，全方位的一个考量嘛，吼。啊，迄个头我咧讲到的吼，就是讲，我那就是98年，吼啊，这迄个这一个部分吼，这我想吼，因为这毕竟吼，这有那，吼，这是有那考量到铁道局吼，因的一个。吼，一个评估，这头我有讲到嘛，吼，这有哪包含着讲安全性的一个问题，吼，讲你也毋是原本的迄个嘿，吼，啊个等等吼，这是拢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吼，这个那个报告嘛，吼，一个评估嘛，吼，这是因为其实铁路东移吼，这过去吼安尼有哪有很多的安尼一个意见吼，啊这其实吼。其实徛伫阮民意代表的一个立场吼，我们也是都感同身受吼。啊，这其实阮伫议会吼嘛是讲尽量吼，就是要求着吼，咱因为虽然这权责机关这有那是较是中央啦，吼铁道局吼，啊，毋过阮是有那较希望会当安尼符合着这公平正义的一个问题吼。啊，毋过这毕竟吼，这有那是吼，这就是有那到即马吼已经是。可以说是已经完全的一个定案的啦，吼，这吼，这就是讲，当然咱尊重吼啊，这有那是就
就是讲接下来的部分哦，咱会要求着公部门吼，也是相关的一个单位吼，尽量吼，会当安尼来甲遮个住户吼，好啊来安尼协助吼，好啊来弥补，好啊来补偿。是啦吼，相信这个议员会个好好啊来帮助，比如讲黄春香吼女士吼这个部分吼，感谢议员吼把时间吼甲咱连线啦吼。头拄咱讲到吼，这个征收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公共开发这两个这个部分吼，一直是咱讲台湾即阵咧面对的这个大问题啦吼。尤其咱看到讲过去一寡这个土地无正义的这个时阵，毋那干那民进党吼，国民党嘛有啦吼，但是即回咱看到讲小连线是真济吼，无共时期吼所留落来这个部分吼，但是即阵的政府都要好好来处理啦吼。头拄咱一直讲到吼，迄当阵讲无动线吼，这个计划敢若是原铁基路内底吼要去做这个永久的这个，但是头拄吴东二嘛有讲到啦吼，迄当阵都是欠钱，我市府欠钱，讲要搁甲这个吼所在。该做一寡这个商业办公室也好啦，做一寡这个土地开发啦吼，用这个钱来弥补掉我过去可能征收遮尔济这个吼，咱讲较上本的这个部分吼。第一个时段，咱看到讲有自救会去告这个环保署；第二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部分的这个拆迁户嘛去告这个内政部啦吼。另外，咱来看到讲最近吼，2020年迄当阵，咱嘛看到讲这个4月7日。这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迄当阵宣判吼，铁基路吼地下化确实符合公共利益啦吼。相信我这个真侪观众朋友一定是感动心受，但是咱讲必要的这个时阵安怎好好来去处理，毋是讲买手前讲8月20吼，即款的这个场面安尼一直来发生啦吼。咱看到讲6月11的这个时阵，这个铁道局吼头一波来去吼拆除的这个行动啦吼。另外7月2日黄春香女士签着。地上物吼自行拆迁这个切结书啦吼，换2个月吼，较慢咧拆咧吼，这个口头约2个月这个时间来去做协调啦吼，用地来去换地，嘛要保存咱头拄仔看迄个推啦吼，这两个这个诉求，咱嘛看到讲10月13日迄阵当阵吼，这个自救会这个陈志晓吼，这个处理嘛是轻去用拆啦吼，当阵行政诉讼输去了后，咱讲本地吼要50户。也砍掉吼，买手剩9户，买手拢去用拆了，剩黄女士1户啦吼，这代表是啥物咧？黄春香伊控制到即马，其实10月13迄天，因去拆陈教授因兜的时阵，因是伫咧同一个时阵，因嘛来黄春香家，迄是我第一摆伫咧遐做动拆即件代志安尼，就是伊是同一天安尼。所以，互阮可能即个想要甲因斗3工的人，无法度就分2边过去安尼。所以，迄天陈教授因兜的代志嘛，应该南米甲教授着讨论安尼。是。所以其实迄天了后，就是一直有人会讲，黄春香因兜的抗争已经结束啊，也是讲。其实到即马嘛，一直有人讲黄春香因兜已经有拆了，已经结束啊。毋过其实因为是半拆好，所以其实伊的抗争永远拢袂结束。OK。因为铁道局因若无去保全伊上应该上基本的，伊无去用拆迄半边的权利，安尼阮就会继续抗争，继续去要求迄个基本的权利。所以伊的抗争是袂结束的。袂结束吼，所以这嘛是要解一个10年抗争无结束吼，这是恁的这个诉求。尤其你头拄也讲到，就是即地啦吼，1/3遮，遮要安怎买手来处理是恁即阵吼上大的这个诉求。吼，继续我请教这个徐教授啦吼。咱讲到吼，即阵这个土地正义，我头拄也嘛私底下先甲你问过吼，中央伫遮的这个角色，铁道局内啊，咱嘛看到讲宜兰即阵吼，高铁的这个案嘛开始啊吼。咱讲过去台南市政府这个案啦吼，到底谁的这个成分会带较侪责任呢？我感觉两边都有责任。OK， 中央有责任，台南市政府嘛有责任。要啥那是安尼讲呢？因为中央交通部铁工局是因负责的，咱的法律上叫做兴办事业计划，事业计划。那台南市政府因落在手头的，叫做都市计划。是，所以讲有2个计划，大家要注意吼。咱这台南市政府头议员嘛是安尼去讲，讲这东西中央爱负责，其实毋是安尼。OK， 因为土地要安怎用，后盖咱的台南火车头要安怎开发，迄主要的权利拢伫台南市政府。都市计划我要安怎规划？是，你要起路权，
咱咧讲的容积率、建蔽率啊，要安怎合理？这些东西啊，权利拢伫台南市政府。所以讲两边是合作伙啊来剥削咱台南铁路边的这个主体，这是两边都爱负责任。尤其咱讲到即阵吼，足侪是这个行政院早就合定啦吼，协定啊，但是咱讲买手啊，真侪代志拢还未做吼，环境吼、评估、另外都市计划哈，还有这个土地征收，这三个部分吼是一个大重点。是，我要甲大家观众朋友甲你报告一下吼，咱县主席即马宜兰4城、屏东6地厝。对吧？嘛都要开开发。咱即马咱的上大的问题伫啥物所在？咱交通部也有一个计划，伊直接就送去国发会，国发会甲通过，国发会通过了后，就送去行政院，行政院又甲核定，啊，又送去立法院开始编预算，又讲要来执行。啊，但是后手也有真侪咱来讲的法定的计划，环评啦、环境保护计划。啊，嗰个都市计划，嗰是足重要的，人民足关心的土地征收的计划。这拢是法定计划呢。头拄啊，议员讲定数，啊，咱就来讲定数。我后手交的定数拢还未开始呢。拢还未开始呢。啊，你行政院你就合定啊。OK。即摆上大的问题是安尼，如果咱有一句国语，先射箭再画靶。OK。我行政院，我这支钱我已经写出来啊！我绝对要征收，我绝对爱有过。我已经写出来啊！啊，咱后壁环评啦、都市计划啦、土地征收，咱再来画这个靶。所以大支嘛拢着迄个红心。但是大家要注意哦，这是无符合定数的敬意哦。OK。虽然着迄个靶心。但是伊写到的，是咱人民的心脏、心脏。甲咱的你看黄春香，啊个陈教授，因的兜、因厝，迄是因的厝呢。你袂当甲讲一平路这，一平路这呢。这是厝，这是咱的家园呢，这是咱认同的所在呢。这毋是讲用钱。会当来计算的 ，OK。咱即马政府最大的问题，啥物代志都要用钱，用钱，毋通安尼做，毋通安尼舞。是，咱继续搁请教蔡同学。对，其实我想要回应的是，拄仔有讲到，迄行政院、佮有交通部，啊，佮有铁工局，啊，佮有台南市政府，你看遮济部门，我是毋是安尼讲出来，大家嘛感觉无啥，想讲。到底是谁是负责啥物代志？谁是负责啥物代志？其实这一年外，为去年7月开始，到今嘛，这一年外，阮即寡协助黄春香的一寡少年人，阮拢伫处理即寡代志。阮来台北叫要10几届着，就是阮嘛有去过交通部，嘛有去过行政院，啊，阮伫台南嘛去台南市政府，啊嘛去铁工局。啊，阮4个拢去，啊，毋过阮就是一直拄着，因就是踢皮球啦，去推卸因的责任。啊，逐个部门拢讲，这毋是阮的，这毋是阮的代志，这毋是阮能够决定的吼。啊，迄时阵，台南市政府，因即马就是讲，啊，即马已经到尾声啊，主要就是铁工局咧执行遮个工程嘛。所以台南市政府就讲，这拢甲我无地带，拢莫来找我安尼。啊，讲铁工局讲安怎就安怎安尼。吼啊！阮去问讲，因为最好笑的代志是，阮进前伫咧诉求是楼梯的保留嘛，弯梯的保留安尼。啊，迄个时阵，铁工局甲阮的回应是讲，因为后壁遐要做绿园道，就是讲要做绿化的道路安尼，绿园道。啊，恁楼梯若凸一个伫遐安尼，看起来怪怪，啊，行人会感觉怪怪，所以袂用互恁保留恁的楼梯。好，啊，因就讲，因为台南市政府的绿园道的设计拢已经设计好啊，安尼。好，啊，所以阮就走来去台南市政府甲问讲，啊，你设计是设计安怎？啊，图摕来互阮看卖咧，阮甲你看卖，敢有啥物会用个搁调整的所在？是咱来参详看卖。叫台南市政府甲阮讲，哦，阮还袂设计哦，还袂设计哦，这就是交通部甲铁工局遐因去甲恁处理。啊，因若感觉讲无要征收恁的楼梯，安尼阮到时阵设计就会按照因互阮的地来做。啊，恁若楼梯通出嘛无要紧，安尼其实因的公文是安尼讲的。好，啊，阮搁转去问铁工局甲交通部，啊，交通部因就开始
因就开始装死这样子，就是讲无这件代志，刷落来，这就是第一个上含的理由安尼。其实阮已经甲算是把这个论点打掉了这样子。刷落来，因提出的第二个更较含的理由是讲，进前迄200外户不同意户，阮拢无互因安尼。阮拢无互因安尼去甲因参详阮嘛无甲因办差有一些其他的帮助阮若今仔互恁安尼做，是毋是其他人嘛会来甲阮抗议安尼？迄是因的。因的这个 concern 甲恁的这考虑是无共款的吼，因的惊吓。对，因是惊讲其他人嘛来抗议安尼。其实这有2点真好笑，一点是讲恁若一开始无好好甲人参详，无好好甲人照顾，所以刷落来人要来抗议，迄是你应该爱做的，迄是你应该爱去处理的。所以你袂用去惊人来甲你抗议，你做唔好的所在这是你应该爱去处理的代志。有影啦吼，所以这是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其实黄春香伊甲迄几啊户半拆户，甲伊的条件差不多的半拆户是拢有熟识的。伊嘛有去甲问讲，像有去甲交通部因甲讲，会去甲抗议的。其实因拢讲无，因忝嘛，因无要抗议所以其实交通部因是用一个虚幻的，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会有人来抗议的理由，来去拒绝黄春香伊的诉求安尼。所以是这2个诉求是足含的，因目前为止因是用这2个来甲阮拒绝安尼。OK， 所以这个是这开始要做遗憾的。OK， 有是应该做唔对的，咱就爱继续做唔对的，就是安尼啦。我即嘛讲黄春香遮的，我无要听。是。我回头，我要安尼歹收了，我要应付讲应该，我听遐我听唔对遐面啊。过会找我算账。哦对哦，是安尼，咱的政府无负啊，无即个责任感。既然讲咱已经是做唔对，咱就承认讲做唔对，看要安怎来补偿，看要安怎来甲因安踏，互因会当留咧现在的所在，互伊继续搁大落去。毋是啊，伊讲我应该做唔对，我照共款，我绝对要甲听安尼。所以咱讲吼，最遗憾的就是安尼。就这件代志，咱会当好好来去检讨啦。尤其咱讲吼未来吼，这个咱讲铁路的这个开发，要搁要来去进行。咱铁道局这阵毋来管这个咱讲铁基路尔吼，高铁未来嘛是因咧管，这阵就是因咧管啦吼。所以未来咱搁依然爱好好来关注，搁这个屏东遮啦吼，这6地厝头拄仔教授嘛有讲到啦吼。所以2009年9月这件代志吼，毋是吼这个动刷了后就已经结束控制啊吼。咱讲到尾手也搁这个半拆这个部分吼，虽然政府一直甲咱讲吼，这已经爱延签到2026年吼，但是咱头拄嘛一直讲到吼，就是公共开发甲这个人民大的这个权利内底吼，到底什么款的这个平衡爱好好来去处理啦吼？你讲核定的这个部分，你是毋照步来？头拄咱讲到宽平的这个部分，都市计划尾手吼，这个咱讲这个征收的这个部分，你甲人民有讲好势无？有讲好到达无？这是非常重要吼。咱即阵嘛要来回顾到讲过去吼，这几啊当来咱土地正义伫台湾到底出什么大问题？是怎来看？2020年7月，占原铁黄春香引导了后，伊就开始伫咧天桥骹咧生活。大部分的行李家具拢已经搬到门骹口的天桥骹，大家哪食饭、讨论代志、读书，也毋过黄秋香一直拢真无闲，无法度放轻松。我都唔敢坐落去，就去想即件代志。所以因大家咧讲啊，伊遐坐啦安尼啊，我讲我都过动啊，我坐下来阵，我头壳就整个头脑就想那些啊，华做我代志就比较会舒服一点啦。黄春香的厝属于半拆户，唔免全拆，也毋过楼梯拄好放未入去拆除的范围内底。我已经很卑微了啊，退到楼梯了。面对抗争，台南市长黄伟綽也是强调，大部分的台南市民拢是支持铁路地下化。有的人的厝封拆，政府工程延前，也阁有市民期待都市发展无法度进行。伫咧这个状况之下，无人是看赢面。我们必须要面对台南市的市民面对都市发展已经延宕数十年的一个问题。至于土地的取得与否，要用到多少土地，我相信这个还是尊重这个需要用土地的机关。过去苗栗大埔案嘛引起社会重视居住正义，虽然即马已经伫咧原本的所在搁起来，但是代价是非常的沉重。
不管是社会或者是我们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对于土地正义还有土地征收区段征收这样子一个议题那必须要非常严正的去省思就是我们在征收的过程中会不会去侵害到我们这个民众的这个利益？大家不要以为张药房的重建其实是土地正义的恢复，它只是在提醒我们离土地正义还非常的遥远。苗栗逮捕案了后，经过10几年抗争的南thị东移嘛告一段落，都市发展甲土地正义这款对立的问题，也阁会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头拄仔看到讲公铁甲这个土地正义的这个恢复实在是这个咱讲真趣味的这个一个循环的了。你若卖公铁，都袂有这个土地正义爱恢复这个问题啊继续，咱要来请教到这个另外一位伫咧线顶，民众台南市东区的议员蔡旺全，蔡议员你好。是，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头拄有讨论到这个部分，再搁请教这个议员咱讲到这个人民面对到这个公共开发，当然嘛知影这个台南市真侪市民真欢迎讲这个公共开发，一定要建设，互台南搁一届恢复这个全台府城这款这个风华伫咧。但是面对到咱讲征收这个问题，你看到啥物？爱咱政府咧去做的时阵，市政府爱特别来设置，还是讲中央才爱特别来设置？无毋对。我认为整个处理的过程拢无够妥当啦。因为其实即马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我请你用英国的比例和北京两个去做比较。一个北京对北京开一条快速道路去到上海千几公里，39个月开了。但是英国要开一条道路，要经过一个小镇，要面临到保留文化跟资产。会当拖30档甚至50档搁较久。最近的迄条 HS2，伊预估嘛，得爱20档以上，因为中间是牵涉着生态的评估，牵涉着跟居民的对话，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个部分，都是在现代民主国家应该要去面对的，但是他们不急，因为急。是安怎咱的你要急，然后建设每个人都要虽然我是执政党的议员，那我在议会我也不断的提出呼吁，这个在民主社会应该用对话取代强制包括我也不赞成政府这么常用区段征收我离总咨询的学员不断的起来质询呼吁，包括咱的这个台南市的过度的开发，其实跟区段征收的滥用是有关系的。是。土地的飙涨也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持那个对区段征收的手段方法都是持保留的态度。那包括这一次有关这个楼梯最后一个楼梯要不要拆除的事情，其实我的立场跟就像我们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飞帆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非常的遗憾，这一次的强拆我是表达沉重的遗憾。那我在议会质询也要求。都发局、公务局，你们这个柜顶，你应该主动的去跟中央沟通。我们地方政府是善意跟乐观的看见地方的一个这个足迹，这个各方面的历史足迹的一个共同大家共同来打造这个家园，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现在被拆迁的住户被拆迁的住户。过去离家生活，伊的感情出事拢离家。是。但是这个因为一个都市的一个设计，需要被迫迁移，因的已经被迫的这个共同拿出来牺牲奉献了何必在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让它画下圆满的句点，就要强制把它拆掉？如果要依法论法啦，我觉得这个人民是真的是玩不过。政府部门因为法律跟不上时事的变化，你怎么去跟他们谈法律规定这所有倾向区段征收的规定无法度照这个方法，那个弹性的太小，那为什么一直没有立法委员去修改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那个让它符合今麦现代民主多元的社会，对不对？让英国的当做是得当安呢，咱无法度安呢，咱老是拿什么法律来做挡箭牌？那么其实我讲白的一个公共政策的执行我们也是讲白的，在美国
美国所谓的铁三角理论嘛，哈，就是立法、行政中间一定加一个角色的是利益团体嘛，哦，财团利益团体的一个角力平衡，这个都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哈。所以我们也不用说啊，没有啦，后面没有任何的利益，没有什么土地，没有什么财团哦，这个没有人会相信。但是我觉得人民陷入了一个迷失，就是说，我被更写，只要提到建设，哦，支持就是建设。那么表达有保留意见，你就是反对建设。包括我不断的表达保留意见，也有很多对手也攻击我说，那我是反对建设。我说没有，即便是被拆迁的居民，他们都一再的表达，他们是支持建设，但是建设你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程序。哦，就像我读法律的，我们也都知道读树果理论嘛，你这个程序不正当，程序是有瑕疵，程序是有问题，生出来的苹果就是有毒的，在这个结果是不能够去采用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个在公共政策，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朝这个一样的原则去修法，不要造成这个有权力的政策决策者过度的去滥用一些所谓的法律。那比如说这一次，我也觉得这个保留下来这个楼梯为什么不好？包括那时候我也跟嘉龙部长说，所以他也乐见啊。那时候交通部也没有反对啊。所以说，想到突然间的公被给他强拆啊，真的是莫名其妙。因为你都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大家已经都牺牲了啊嘛已经到安呢，讲他歹听的是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你叫人要安怎？难道连最后一点你都要占尽所谓的这个面子里子，政府都要吗？有这个必要吗？你已经是优势的一方了。我觉得那个楼梯可以留给在这个层次上不同意见，你们认为是不同意见，那一样的各种的抗争的一个过程哦，我觉得是实在的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不管是正立场、反立场，或是有不同的角度，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块土地发生的每一段的记载，我觉得都是有重要性的，都应该予以尊重。那既然做拆迁户有这样的表达，希望能保留那个楼梯，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要说绿廊道这样子不好看？那是你认为不好看，我就认为非常有意义。当很多外国的人、很多学者来到台湾，看到这个楼梯，他们会觉得哇，台湾真的是太进步了，太多元了，非常的包容。能够让抗争者、反对者能够保留这样的一个印记，在这样就像一块的一个纪念碑一样，人家反而会对台湾人表达这个称赞。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议员其实讲了真好啦吼，伊讲到足侪重点的，譬如讲，伊是这个支持开发，但是你支持开发的这背后，咱讲遮的这个所有人拢是支持台南市更较好的，无人讲反对台南市变较歹啦吼。所以议员的这个讲法内底，尤其讲吼，各会当看到讲，若是这个楼梯内底，各会当看到讲，控制者的这个诉求是去互多元的，去互认捌，去互看到啦吼。所以咱头头嘛讲到，议员讲到一个大重点，就是定数的这个问题。其实徐教授你嘛写过一篇啦就是关于这个定数，咱的这个法条有关这个土地征收的这部分，你嘛做一个手板甲咱观众朋友上尾甲说明一下因为咱讲这个法就是咧定数上，咱有一寡四角擦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四角擦影响就是遮尔济这个住户，咱讲心理上还是伊的这个财产拢受到影响。是感谢我感觉这足重要的。我有2个建议咱的土地征收的条例有2个条文爱改一下因为咱即马种交通部伊无去负责土地征收这部分伊无迄个概念无财产权、生存权，所以讲土地征咱爱互这个交通部重视土地征收，这是足重要的人权的问题，爱互伊保障起来。所以讲，我嘅建议土地征收第10条，爱加一项，爱加一项，就是讲咱这交通部因去规划这个事业计划的时阵，你同一个时阵，你嘛爱提出你的土地征收的计划。OK， 唔是讲咱甲土地征收的计划，甲用到上尾溜，即马就是安尼。但是人民上关心的都是土地征收。OK， 足关心的，我的厝要去用拆啦。足关心的，但是咱的交通部当讲，我即马无去含你讲土地征收。OK， 我这点爱改。咱的交通部
正开始的时阵，你要甲人民上关心的代志，你要放咧上头前 ，OK， 唔是放咧上后壁，这点足重要。所以讲，我会建议这点，你的计划提出来先，你的土地征收的计划，你嘛爱提出来，啊，互咱的内政部土地征收的主管机关来核准，这个足重要。是。啊，第二点，要甲大家报告，咱怎啊都讲。有钱补偿啦，叫做协议架构啦，对无吼？这足重要，这是一个观念。是，而是咱的协议架构用钱去补偿，这嘛是一个土地征收计划内面。咱即马总讲违规哦，你也无要用钱啊，和我来合你协议架构。其实咱的协议架构拢假啦。OK， 迄假是拢政府去画的啦。哦。咱来讲协议架构，大家会当画拍拉件啊。咱大家讲画拍拉件，袂我会当决定啊。但是咱这样无呢，咱的征收的协议架构，你袂当画拍拉件呢。OK， 刚一个介绍，政府的介绍啊，这敢叫做协议架构？这毋是啊，我讲这叫做胁迫架构。甲你逼啊！甲你逼啊 ！OK， 安尼啦，这毋对。哦，那这个嘛爱改。我讲我来第11条第1项，我买你我个加迄个字加挂字。哦，咱咧尽量快会当用协议架构，足重要的。啊，佫有其他方式。其他方式要甲大家报告啊。咱台北市真侪捷运啊，捷运你感觉你有讲捷运的土地拢是政府的哦？无啦。捷运真侪土地都是私人的咧，咱敢若用地下的部分啊，咱就征收地下的部分就好啊。是，你顶悬互伊徛价，佮继续徛价啊。即马就是安尼去做啊。是，咱高速公路真侪崩坑，有无？咱大家开车崩坑会经过啊。你经过崩坑，你顶悬崩坑顶悬的地，你也要甲征收哦。无啦，咱若征收迄个崩坑迄个部分就好啊。咱这土地征收条例嘛有这个规定啊，这足重要的，吼。所以讲，咱来这点都要改。其他方，咱人干上钱啦，咱即摆干上钱啦，我钱互你就好啦。是。人民毋是要甲你讨钱啦。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哦，立法院吼，其实咱讲哦，修法头顶爱加较用心淡薄吼，尤其咱讲土地征收这个定数的这个部分哦，就伫遮，咱看到已经10档外，已经遐尼济的这个争议啦吼，咱讲这10档内的这个控制之路，会当看到讲土地正义也是都市发展到底吼后一步安怎行啦吼，咱看到讲这个关注组吼，即嘛就寡这个回应吼，就是讲楼梯保留条例，啊，另外咱讲吼无厘清进程吼，嘛是暂时爱吼。咱讲卖断水断电吼，嘛卖强制拆除啦吼。另外上重要就是讲这个铁道局因的这个角色啦吼。即阵咱会当看到吼，这个部分也是直接扭六啦吼，也搁一寡吼，这个较无好看的这个情形出现吼。咱嘛讲到过去是甲咱讲是征用临时性，啊尾手那是变征收啦吼。所以头拄仔咱讲的这个定数非常重要，上尾吼留互时间互这个蔡同学吼上尾甲咱补充一下。好。所以我想要补充一个是交通部的铁道局因的问题啦，就是讲，亲像拄仔有讲到，其实不只是因的问题，是规个位顶悬到下骹的问题。因为大家看中迄架嘛，伊有讲行政院顶礼拜啊，顶礼拜无到一个月进前，才甲阮甲当面承诺黄春香讲。会列管追踪，没有厘清争议之前，我不会断水断电，我不会强拆，你把我们打发走。因为阮迄刚是去静坐苦行这样子，对吧？伊安尼甲陈嘉华立委做公正第三方，结果咧，因的寄一个公文，那个公文什么都没有回答，因为我们之前用资讯公开法依法向政府申请。10几个问题啊，这问题可能是关于说，好，那你说结构物危险，请问那个结构物是什么？危险在哪里？是什么数据？哪一个工程上面的数据？然后危险就是它承重不能超过多少？这些很详细的。结果因一句话甲阮回，因讲。恁兜楼梯保留无可能，所以这阮免甲你回答。因逐次拢安尼甲阮回，嘿，啊公文就是即马要去查伫黄春香的面册顶悬拢有吼，啊这就是铁道局因的讲法，对，啊因安尼甲阮回以后，因公文寄出来，过阵工落来测量迄个路偌宽，安尼警察就来啊，隔没几天就来抢拆了。
啊，陈椒华立委，立委委员呐，伊嘛讲啊，你们这个还没有厘清啊，你不是跟我承诺说没有厘清之前不会拆吗？啊，结果因嘛是来拆，这行政院的列管追踪是这样做的，因为应该列管追踪，阮甲伊联络的时阵，伊都讲啊，阮有交办去互交通部啊，啊交通部讲阮有交办去互铁工局安尼，啊，所以是讲，阮要去跟行政院控诉说铁工局对我们的做法很不好，做得很糟，啊，结果行政院又踢皮球，踢回去给铁工局跟我们处理，这就是伊的列管追踪的方法，啊，最后嘛是讲用贴，啊，行政院有讲零后位吗？行政院有去尽到他们的责任吗？没有啊，所以这才是我们这一年来遇到的问题的浓缩，踢皮球跟我们再怎么往上找。都没有用，拢无路用。因为阮唔管阮来几啊摆、几啊十摆，拢无路用，因为因就是摸头然后踢皮球。